说大陆玉龙雪山很好看啊，我今天要来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你们说的这么好看？我们票100锁到140哎，换成台币大概得多少钱？得多少钱？1000多。哇，不知道值不值得。你是不是男人啊你？恐高。我本来以为我会恐高，结果是他。哇！哎，我这个没怎么看过雪的台湾人太开心了。还要爬1600多个台阶才可以到最高峰哎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喘了。你冲着！好像才走了200多个台阶，我真的想吐哎！哇！我的刚你这咋了？手麻了是？啊？就别动，没事啊，动了这是。这咋这别抽筋了吧？是有点，是有点抽了吗？动的，这动的。我以为我手麻痹呢。这会儿，擦衣服都得，赶紧里面衣服都得。好，歇会儿吧。如果截肢怎么办？都是你让我把手放在外面那么久。马上到3点了我截肢了啊！你背我。你还想不想你哥活着回去？要背你妈呀！这样吧，你先穿着，等下去了再去德物上给你买一双。他们家球鞋款式特别多，我拼多多上面买的。你看，这就是，而且去德物或者评论区搜表面面面，还有机会1元买大牌单品呢。加油啊！好。我们台湾最高的山是3900多米，我自己一直想去爬，但没有机会。那我今天竟然在玉龙这里爬上了4680哎，哇！这真的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站在最高的地方了，跟漱口水一样蓝的湖就在雪山底下哦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看，这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哦。今天的旅程真的很值得，一点都不失望。期待去解锁更多大陆的美食美景，耶！抖音。